珍嫂，哎，珍嫂，要再家我以为你出去了呢。夫人，就是这家。珍嫂，来，我给你带客人来了，租你的房子啦。夫人，请进，来呀，来，您到这边看，来，快，这边，您看看。还有这边，哎呦嘿，小心啊，小心脚下啊，这边。哎，夫人，您看，这儿挺好的，院子乱点收拾一下就好了。这是我们这儿1等1的房子。珍嫂，你家几口人？这房子怎么租啊？这么大一间院子，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？家里的其他人呢？满满的都是人，公婆、老儿、大伯、小叔，满满的睡觉。夫人，不瞒你说，他们家的人都死了。他大伯原是军籍，后来战死军中。她在军中的丈夫也死了。她公公为了让小叔子活命，自己去从了军，再也没回来。后来齐国人来了，把他小叔子也打死了。她可怜的儿子病死了，婆婆呢也饿死了。像她此刻这样，也是在等死。夫人，这种地方怎么能住啊？如今天下太平了，不打仗了。我不是牙婆吗？我就看着珍嫂可怜，想着能不能找点客人，把她这个房子租出去，多少赚几个钱糊口。她只是有时候糊涂，其实人挺好的。前些日子，孙屠户还托人说媒要娶她呢。巫婆，我知道了，让我想想。我想了半日，那院子走进去，的确叫人心寒。那哪是人住的地方？一院子的鬼，唯一的活人还是个活死人。那我们不租那儿了，再到别处找找。不是租不租那院子的事，而是那稀世致塞人的气息。我好像突然领悟了，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医馆赶出去。他们不仅要我们冻死、饿死，更要我们的心死，要我们即使有一口气，也要如同行尸走肉。稀世虽贫贱，可比贫贱更恐怖的是巫王。我在想，我和继儿和你们会不会就此泯灭在那儿？夫人，我一路想，一路回到了医馆。我要问问继儿，问问你们，我们的命是否能强过那些市井之人？进门时，恰巧继儿在念孟子告子夏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我明白夫人的意思了。我们收拾东西，明日搬家。母亲，我们搬过去的地方真的有鬼吗？鬼与人一样，也分善恶。那我们住的地方是善鬼喽？继儿已经将葵婆婆做的皮衣包好了。继儿搬到新的住处去，婆婆夜晚来看我，不会找不到继儿吧？不会，葵婆婆会在天上看着我们。我们去哪儿，
他就会跟到那儿。嗯。本驿丞来。你把招子给我放亮点，知道吗？哎，这驿馆人杂，也许有人趁着搬家之际，顺手牵羊呢。是。这什么呀？哼！公子，嗯，刚才夫人与公子说，鬼也分善恶，公子可见过恶鬼？嗯，公子在屋里好好找找，眼前就有。嗯，哎，我找到了，是他。哼，枯骨死草，没几天了，就剩下嘴硬了。给我看着。是。哎，来，夫人进来。珍嫂，珍嫂，我们来了啊！宝儿，是宝儿，是宝儿。宝儿，喝水。多谢大嫂，我叫银记，你可唤我记啊，我不叫宝儿。你就是宝儿！公子，珍嫂，手松开，放开，松开，姐儿，没事。你就是我的宝儿！没事情。公子，我去看看。宝儿，娘来了，我吃不吃？啊，宝儿，宝儿，宝儿，我的宝儿，吃不吃？宝儿，宝儿是你的儿子，宝儿，好孩子。宝儿从小就懂事。你的孩儿，定是与我的孩儿差不多的年纪。宝儿自知做大王的时候，他6岁，然后后来齐人来了，他8岁，再后来秦人、赵人来了，宝儿多大？宝儿多大了？你告诉我。宝儿病了，然后我抱着他。宝儿定是个好孩子。你没了骨肉，唯有亲人也不能相聚。我们到一起，算是同病相怜、相濡以沫的缘分。母亲，母亲，既然饿了，宝儿，宝儿，这有吃的。宝儿，这不行，宝儿，娘有黍米，娘给你做啊。娘
那你去做，娘有疏米，我就去做啊！宝儿，母亲，这位大嫂有点怪异，她是不是得病了？她是患了思念儿子的病痛。哟，婆婆来了。公子也在干活啊。要不是刚才看到甄嫂也站在这儿，我真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呢。如此干净。宝儿，手凉不凉？不凉。宝儿好孩子，懂事。宝儿好孩子。甄嫂肯说话了。懂事。难道她以前不说话的？自从他的儿子宝儿病死以后，他整天只跟屋子里的鬼魂说话，除此之外便不肯开口。五婆来了，哎，你家夫人呢？在屋里呢。五婆来了，快坐。夫人，慧儿倒水。是。真能啊！米夫人，你们可真是贵人呐！无论到哪儿都给哪儿带来了贵气。你看，连好几年不开口的甄嫂都和我们说话了。五婆才是我们的贵人，让我等有了片瓦遮身、立锥之地。芈月敏感不忘。哎呀，米夫人，老妇是心中有愧，若能折些罪过，倒也好。米夫人，这些衣物可是宫里的东西啊。这虽然旧了点儿，但料子和针线那是上等的。五婆眼力过人。说起来，这些旧衣物还真不如一件可以挡风御寒的粗布衣裳实用。夫人哪里知道啊，这些针线手艺啊是能赚钱的。不知这些女工是不是夫人身边的人做的？婆婆的意思是，这针线可换衣食？岂止是换衣食啊，能换上等的衣食。不瞒婆婆，这些针线是我一个亲人亏骨，我的一个已经离世的亲人做的，但也有一些是我自己做的。若真能换衣食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原来米夫人，你也有这样的技艺啊！要是让夫人出卖针线，未免过于降尊临卑、居高就下了。我们此刻的处境，婆婆应当心里有数。举步维艰，几近山穷水尽，何况能自食其力，比养人鼻息、寄人篱下来的硬气。既然夫人如此洒脱，那老身就直言了。在这燕国，除了宫中显贵、富豪世家，很少有人寻求礼乐典籍的。夫人的抄录生意虽然时不时有，但未免清淡。夫人不知，眼下燕国呀，这有了几日太平的日子，财主嫁女娶亲，权臣送礼作寿，在继承那是日日都有的。好的针线，就是好的面子呀。看夫人您的技艺，盖世无双。凭这针线，只怕你活多到接不过来，还愁吃穿用度嘛。谢五婆指点。若这真是一条出路，那还要请五婆帮忙招揽生意。只是芈月有一事相求，请五婆在外，最好不要透露我们的来历和身份。夫人放心，这个自然。以后怎么样？芈月他们有消息了吗？左大夫告诉说，自从国相的手下去陶尹那边传了话，陶尹就不肯再帮忙了。因为您曾经有话，不要提及这是宫里头的意思，左大夫也就不好再强求陶尹。芈月他们被赶出驿馆后，有人说他们好像搬去了西市，奴婢几次托人前往西市打听他们的去向，
都杳无音讯。西市乃引车买将卑微之地，搬到那里栖身，岂不玷污了王家身份？更何况他们是秦国质子，对继承人生地不熟，离开驿馆，他们该如何活命啊？是啊，芈月他们这次真的难了。会后，这是宫里头该发的年俸，永香令让小的拿过来给会后过目。这邢夫人的开销这么大呀，年俸5000担，还有素绸、织金、缂丝、闪缎、各色皮毛，你看看，这都什么规矩啊？邢夫人的年俸是先王时就定下的，说邢夫人对秦国之功堪比一个大良造。那都是多少年前的旧话，如今她一老妇，在北郊行宫尸位素餐。秦国开疆拓土耗费巨大，连我都要提醒身边的人紧衣缩食，邢夫人却在那讲究排场，太过分了吧？会后说的极是。那照您的意思，邢夫人的年俸该减多少啊？不用减，停了便是。那邢夫人是先王的长姐，只怕她不会甘休啊。我心里有数，我就等着他来找我。是。夫人，宫里的新精米已经没有了，只剩下一些糙米，蛋、肉、新柴也该采买了。照理说，每年这个时节，年俸早就该发下来了。奴婢去找永相令讨要，永相令却说，今年的年俸给与不给，给多少，全由会后说了算。哼。会后是要我去找他，与他还个价钱。那夫人去找会后吗？我要的东西在他手里，而他想要的东西，我却万万不能给他。哼，不见也罢。我知道，这宫里少不了柴米油盐。春天到了。咱们可以在宫里自己养些个鸡鸭，再在那洼地里种些个麦蔬。夫人，我还没有老到无法夜爬扶犁的地步吧？是夫人。他们都是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兄弟，你从秦国回来，重新做他们的首领，应该是得心应手。秦王夺了司马错和魏冉的兵权，要不是他们拼命拦住，我定带人打上朝堂，宰了那个妖妇，还有那个猪狗不如的大王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让我的外甥嬴稷做大王。臭小子，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打仗杀人，什么都不懂，没想到你也会让自己人当大王啊！你以为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找我借人，去打秦国，杀人啊！对。我可不想像魏冉哥哥那样被困在咸阳东墙不动。我被这个恶气憋得脑袋疼。白起，这次你带人马去敲打秦国，每一仗都要声势浩大，不仅要打赢，还要打疼他们。我让你敞开了杀人，这样，你魏冉哥哥重新领兵的机会就来了。我杀人。魏冉哥哥就能重新领兵了。对，只要你闹得秦国边城无一日安宁，到时候他们缺兵少将，顾头不顾地，他们就会让魏冉出来，重新领兵。这主意和我比起，夫人。您要找的冯仁和秀娘来了。这燕国就是这样古怪，春日来了，花儿好像一夜都突然怒放了，生怕谁比谁差了。明日宫中春宴，我是国相夫人，
更不能被那些寻常粉黛给比下去。夫人的相貌在宫中已是绝色，夫人新做的桃花绣服一定可以艳压群芳，无人可比。告诉他们，那件桃花绣服做好了，再赶快为我做几件夏衣。这燕国夏日一晃而过，若没有几件花色新鲜、薄若蝉翼的夏衣上身，都不觉得曾有过夏日。知道了，夫人。这不是冯夫人吗？郑夫人，见过夫人。见过夫人，百嫩兮，如此红光满面。您今日的装扮真是漂亮啊！您真是过奖了。见过王夫人，郑夫人今天真是光彩照人呢。夫人这套衣裳真是华美异常啊！您真是过誉了。是啊。国相夫人，国相夫人。国相夫人，您来赴宴，今日宫里春光无限呐，您请。齐国对燕国一直是虎视眈眈，企图吞并燕国的国土。燕王决议联络诸国，结盟立约，共同讨伐。楚王早有与燕国交好之意，所以楚王一收到燕王的来信，即刻派我出使燕国。老夫自知是坐在了火山口啊！燕国国力衰退，我国委虽然没有管仲那样改天换地的能力，但却有一腔耿耿忠心。上不做天，下不愧地，老夫定会竭尽全力，敦促大王母子听从苏先生和黄公子的忠告，尽早确立与楚国和其他诸国的联盟。如此最好。国相，子歇既然来到燕国，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但说无妨。听说秦国公子季与其母芈夫人在燕国当质子，不知眼下情形如何？黄公子与他们相识？芈夫人本是楚国公主，与子歇是故人。楚国公主？原来黄公子与芈夫人曾是故人。在下前日去过驿馆，打算探望公子季母子，谁料却被告知公子季和芈夫人已搬离开驿馆，不知去向，真是令人担忧啊！公子季和芈夫人他们离开驿馆了吗？正是。这老夫的确不曾听说呀。前些日子老夫还曾经派人给芈夫人他们送去了钱财，并传话给那驿丞，叮嘱他对秦国质子不可过分苛刻。哎呀，你看这怎么说走就走了？为何缘由啊？据说是因为驿馆所价过高，使得公子季和芈夫人不得不另寻他处。他们虽身为质子，可并非街头弱小，怎可任人盘剥呢？更何况公子季是义后的骨肉兄弟，身份尊贵，为何连个驿丞都敢欺辱他们？这是个贪吏，利令智昏。公子放心，老夫定去查个明白，若有行为不检，严惩不贷。子歇恳请国相尽快查清楚公子季母子的下落，以免他们流离失所，无处安身。那是自然。子歇谢过国相，先告辞了。那个田将军的夫人算是什么东西？竟然也敢诸围催扰，在我面前卖弄她的首饰。夫人说的是。还有那个慕容夫人，她夫君不过就是宫中的武大夫，她竟肆无忌惮在春宴上盖过我的风头。慕容夫人往日对夫人还是很恭顺的。看她今日穿的那件富贵海棠锦衣，那是恭顺吗？那是明目张胆的羞辱。依灵儿看，慕容夫人的海棠锦衣的确是清丽脱俗，可夫人的桃花绣服更加艳丽悦目，并不比她差呀。你也气死我呀！没听到义后在春宴上夸赞慕容夫人衣服上海棠绣得好，还说什么桃羞杏让，那桃指的是谁呀？那不就是我吗？
你猪脑子！哼！夫人满面春风而出，一脸冰霜而归，是何人招惹了夫人呢？还能有谁？田夫人、慕容夫人，还有一号。这样说来，春宴上的人有一半都开罪了夫人。国相爷做主，府里的那些缝人和绣娘偷懒使滑，都是因为他们不肯尽心尽力，才让我在春宴上丢人。夫人的意思是，府里的缝人串通了春宴上的夫人们，故意惹国相夫人生气了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来，喝杯茶啊！来来来，茶都凉了。灵儿，重新去烹茶。是。今日府上来了一位宾客，向老夫打听一个人。打听什么人啊？秦国质子公子季的母亲，芈月，芈夫人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老夫也是刚刚知晓，芈夫人竟然也是楚国公主。那又如何？这样说来，芈夫人该是你的姐妹吧？别跟我提那个贱人。为什么？她不配。她不配做什么呀？不配做楚国公主，还是不配做你的姐妹啊？我说了，别跟我提她。既然你对她讳莫如深，定有原因。若让我不提也不难，但必须讲清楚究竟。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那黄歇也算名头颇大，也是举世英才，但与我说起那芈夫人的情形时，却是一副关心则乱的模样。黄歇，你是说楚国的黄歇在打听那贱人的情形？不错，正是楚人黄歇。10几年了，他还对他神魂颠倒，念念不忘。好个贼子狂徒，胆子不小，也敢在我府上出现，就不怕我戳瞎他双眼，撕了他的皮？这么说，夫人与他也有嫌隙？什么嫌隙？是深仇大恨。他当年使尽手段羞辱我，使我哀痛欲绝。你是我夫君，本该替我做主伸冤，却开门一道，将仇人恭恭敬敬地请进府里，令妾身再次蒙羞。哎呀，他是楚王派到燕国的使臣，来与燕国商谈结盟之事，算是我的贵客。我能怎么办？棍子打他出去？将他送进继承大狱，砍掉他的双脚，拔掉他的舌头，将他扒皮抽筋。夫人莫不是没听清楚老夫刚刚说的话呀？他是楚王派来的使臣，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更何况眼下楚国正打算与燕国结盟。我不管，我要他们死，我要他和那个贱人马上都去死。话已至此，老夫的好奇之心是越来越重。夫人可否告知原委？看一下，看一看啊！这绣活继承哪儿找啊？谁见得到啊？哎，巫婆，这双小鞋几钱？10钱，看一下啊！明日啊，我外甥过满月，我看这小鞋送他很合适啊，就是价钱高了点儿。你仔细看看这做工，10钱值不值？若是不值，你再来还价啊！这个说的也是，10钱就10钱吧。哎，挺漂亮的。巫婆走了啊。好，穿着好了再来啊。好。巫婆，这东街药店掌柜他新娶的小妾，下月就要生养了。
正需像你这样手巧的绣娘做一套喜庆的被褥，这活计你得帮帮忙啊！你放心，你只需把定金拿来便可。那好。婆婆，这个好漂亮。这块布绣的真是考究，尤其是这花枝，绣得灵动精美。敢问这是出自您的针线吗？哎呦，公子，你取笑我老身呐！我哪有这样好的技艺呀？我是带人家卖的，看看。那这针线该是出自楚国人之手。也许是燕国人、赵国人也说不定。婆婆莫打诳语，恐怕这燕国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花。这种花从来没见过。是，好秀气的小花，真是从来没见过。这是杜若，它开在半坡林中，这是只有楚国才有的花草。公子，你买便买，哪有这许多话啰嗦？好，这块布我买下了，多少钱？30钱。这是50钱。只是求婆婆告知，这针线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？我不卖了，我不卖了，我家里还有些事情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啰嗦。我说买当然要买，婆婆留步。这50钱请收下。婆婆，在下楚人黄歇，为寻故人特地来到蓟城。若婆婆知晓一二，望如实告知，黄歇必有后谢。哎，婆婆。这样听来，那芈月实在是个妖妇，夫人也的确受了莫大的委屈啊。他们与我是刻骨铭心、不解之仇。哎呀，夫特别是人，那个贱人，毁了我一生一世。好了，而且，秦国会后也来信说要燕国帮忙收拾了那公子季母子。凭国相爷的智谋和权势，要他们的性命不过就是举手之劳。既然如此，还不赶快替妾身出这口恶气，顺便送秦国一个人情。夫人以为诸国之间的人情是那么好送的？燕国送秦国一个人情，秦国能还燕国何物？既然秦王母子急于要取公子季母子的性命，这也就是说呀，公子季母子并非可有可无，我们正好用来与秦国讨价还价。我一直担心燕国对秦国过于依赖。秦国既是燕王母子的靠山，也是燕王母子的牵制。眼下我们正可以用秦国质子来掣肘秦国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我不懂你那套生意经，我要他们死！不可！我要将这筹码安安稳稳地放在那儿，待价而沽。我要他们死！可我还没有想好他们的价码。他们若不死，妾身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公子季母子干系重大，一动而牵全局。你已经使了手段了，让他们吃尽了苦头，眼下他们流离失所，生计艰难。夫人只当是让他们自生自灭了，如何呀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肯为我做主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夫人该撒手了。我若不肯撒手，又怎样？若夫人做事不留余地，就不要怪老夫与你恩断义绝。不知大王是否知晓，近来一群人屡屡搅扰边境，眼下已经深入我大秦腹地，此患不除，人心惶惶，政局不稳呐。王叔不必多虑，那一曲小贼
吃肥丢瘦，贪图小利。只要我大秦出兵，一群人自然溃不成军。但是大王决定带兵东征，老夫担心后方兵力空虚，出现意外，因而想召回司马将军重新领兵抗击义渠。大王，那司马错和魏冉一贯居功自傲，飞扬跋扈，时时图谋不轨，绝非是可托付之人。右相不必担心，重新召回只是权宜之计，绝不会长久托付。是。还有一事，臣不得不问。王叔但说无妨。大王此次东征到底师出何名？寡人早就说过了，去洛阳看看九鼎。这不可成为出师的理由。为什么不能啊？楚离子，你曾悉心培育大王多年，竟然不知道大王的志向。请右相指教。微臣记得，大王自小就纠缠你我，问周天子的九鼎是何模样？我们都说没见过。周朝没落，那周天子都成了摆设，那九鼎不见也罢。楚离子未免鼠目寸光。大王虽生在秦国，但终身愿望是能够乘路车过三川，入王畿，一睹九鼎。什么？右相也要告知老夫，大王兴举国之力出兵东征，难道只为一睹那九鼎之风貌？老夫不信，死都不信。王叔，您说的没错，寡人并非只是看看那九鼎，如此兴师动众的去一趟，未免得不偿失了。寡人准备驱除周天子，入主王城，收九鼎为己用。这样一来，我大秦自然威震中原，四海归心。诸国只能心悦诚服。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有何不可？弄不好，秦国和大王就要受到天下的讨伐。哼，就算天下诸国都来讨伐寡人，那又如何？寡人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勇者之师，以一当十。众爱卿，你们说呢？大王，你就放心好了。大王下令如山，我等以一当百。大王一马当先，我等无所畏惧。好，好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渭水寒，换不回一人入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倾诉，去一睹，去
去请再相负，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。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，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夫人，有瑞，你来了。你说你什么身份？还自己亲自扶犁开荒种地，结果把腰伤成这样。我总不能让咸阳宫里的那个人以为拿住了我而称心如意。我这次来，带来些柴米油盐钱和薄绸，够你们支撑一阵子。以后千万不可再逞能下地了，好好养病。一应所需，我随时送过来。幸亏有你照顾我。如今朝中如何呀？还能如何？宣室殿里坐着那么一个大王，远离贤良老臣，重用小人和猛汉。眼下他又日日闹着要东征呢，迟早有一日要出大事情。不行，我这病得赶快好起来，不然会辜负先王对我的嘱托。夫人，你不可乱动，不可再逞强了，夫人。我打老远就闻到了香喷喷的肉味儿，我是循着味儿过来的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巫婆来了。婆婆，你看这一种花种的好看吗？哎呦，真好看，能种活吗？能，这当然能栽得活了。婆婆，今日我们有肉吃，你在这儿吃吧。好啊。甄嫂呢？啊，在那儿呢。甄嫂，你看看这院子，总算是有点春天的味道了。宝儿，娘给你做肉吃。你看你那么瘦，你就应该多吃点儿。你说那公子是宝儿？娘给你做肉吃，你多吃点肉，才能长得高。甄嫂，巫婆，夫人请您进屋坐坐。哎哎，婆婆进来坐。米夫人，香儿，倒茶。哎呀，你们来了以后，这还真像个家了。甄嫂人很好，她把继儿当成是自己的孩儿一样疼爱。甄嫂也是可怜，她把公子当成了自己的宝儿，想想不免让人有些担心呐。儿女是母亲的心头肉，做母亲最难挨的，就是孩儿没了，可自己却还活着。继儿，若是能让甄嫂心里头好过些，也是桩善事。米夫人，您真是宅心忠厚，怨不得你的女工这么讨喜。其实这些针线，不少都是由香儿他们帮忙做的，只是绣活由我亲自动手。米夫人，用不了几日，你的女工就会名满继承了。上次你给慕容夫人做的那件富贵海棠的衣裳，让夫人欢喜的不得了啊！她跟我说了，那件衣裳她穿去了燕王宫里，以后见了都称赞的不行。雕虫小技，慕容夫人欢喜就好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啊，
这个是慕容夫人给米夫人的金，这个是那些孩童的衣衫鞋帽换得的钱。若不是夫人手艺好，哪卖得了这么多的钱呢？婆婆为我们穿针引线，倍尝辛苦，这点钱，婆婆拿去喝茶。不，米夫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我也就是跑跑腿，哪用得了这许多酬劳啊？这是婆婆该得的。谢谢米夫人，那老身就不客气了。米夫人，您的手艺虽好，但是在街头巷尾招揽生意，未免过于打眼了。婆婆，这是何意？前些日我在街市上兜售你这些女工，被一个贵公子拦下了。他倒是答应高价买了这些孩童的衣裳，就是让我说出这些女工的来历。我记得夫人嘱咐过，万万不可以在外人面前透露身份。我就匆匆收了生意，才躲开了他的追缠。五婆阅人无数，可看得出他的来头？像个世子。哦，他能一眼看出这些女工来自楚人之手。他说了，他也是楚人，就是来燕国寻找故人的。楚人，他可提了自己的姓名？提了，是楚人，姓黄的。黄什么？黄歇？米夫人，他人在哪儿？只是街头偶遇，又怕是歹人，没敢多说话，所以不知道他落脚何处。看来，他真是夫人的故人。哎呦，那老师真是有眼无珠了。拜托婆婆，尽力去打探，我要见他。好。先生，魏冉将军和司马将军来了，快请他们进来。是。楚离子，你们来了，你们总算是来了。楚离子3番5次派人上门来请，我等怎敢不来啊？老夫知道2位将军心中气恼，我这个王叔也实在是无言面对2位将军。既然如此，楚离子为何还要费这番周折？你等该知晓，大王已带兵东征之时，鲁莽灭列，不时进退。我看着大王从小长大，怎就没看出他自始至终只是个蛮人鲁汉？就算大王疯了，但满朝文武呢？怎么都跟着发疯？这又像甘茂，因处处顺应大王心意而深得大王倚仗，而大王也只宠信任比、孟奔和乌霍3个力士，其他人的话一概不听，稍不顺耳就逐出朝堂。更见那韩魏2国居心叵测，居然门户大开，任由秦国兵马长驱直入。此刻大王已经占据韩国的益阳，夺取5岁，兵临洛阳了。如此一来，秦国危在旦夕。老夫对大王已经无能为力，可是作为臣子，活一天就得为大秦的安危操心周旋。我知道
我知道大王对你们不公，可眼下朝中贤士凋零，老夫已经无人可以调遣，能信任的人只有你们了。处理子错了，现如今我等都已解甲归田，再不问军务朝政。告辞。二位将军，二位将军，二位将军，大秦如今危在旦夕，社稷江山毁于一旦，老夫就是罪魁祸首。望二位将军看在先王恩育后代的份上，伸手救救大秦的黎民百姓。你这又是何苦？二位将军，若不答应留下，老夫定是不敢起来。你快起来！周氏气数有尽，看看那周天子唱得如此张口舒服，便知他们时日不多了。大秦事业犹如大王，似骄阳凌空。从来九鼎迁移，欲使王朝更替。今日寡人就要把这九鼎给搬个位置。敢问周天子，此物便是九鼎？正是。此九鼎本是夏禹收天下9州之金所铸而成，上刻本州山川人物、土地共福之说。九鼎列于朝，乃天子所掌9州之象征。哼，你是何人？小人东周人士，苏代。依你们看，这鼎有多重？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？鼎乃天子之器，重达1000钧。自九鼎铸成以来，除奉天子之命合力抬举之外，凡人岂可轻易举起？哼，笑话！照你的说法，此鼎若非天子之命，别人还碰不得。不是碰不得，是碰了又能如何？寡人不信，有谁能举得起这鼎？好，那寡人就跟你打个赌如何？你说无人能举起此鼎，寡人却说有人能举起此鼎。若是寡人赢了，此鼎便是周天子输掉的赌注，由寡人带走，如何？天子不用怕，且看他们举举试试。好，人比乌霍孟奔，在！你们上前，比试比试，看谁先能把大鼎举起。是。此王鼎父王气系天命，想冒犯此鼎之人，先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命，小心遭了天谴。秦侯，依小的看，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强人所难的好。寡人养兵千
1000日，用兵1时，你们3人究竟谁人能举起此鼎？大王，人比不才，想先试试。好。大王，人比亲领不济，有辱大王使命，该死！五货，你来。是。往奔！你是大王。大王，臣尽力了，无能。秦侯，你输了。看来秦国的确无人能有举鼎之力。天子，您错怪他们了。据臣所知，秦国的这几位壮士皆身具奇力，平日里举个千钧重物也非勉强。只不过这9鼎非凡人所能冒犯，他们就算有这个力气，也是无计可施了。要你们有何用？不如寡人亲自来举。大王不可啊！秦侯，不必勉强。天命在周，9鼎无人能动。您迁怒于他们，已属本末倒置，更不必自己与自己赌气啊！大王！大王！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大王身系天下，不可以身相视啊！大王秦侯，天理人事不可违背，见可而行，知难而退，善也。敢下！
寡人既然已经来到洛阳，就不能虎头蛇尾。人比他们并非不能举起此典，而是心中胆怯。寡人乃王者之身，自有天命。寡人就不信，天命在这个獐头鼠目的家伙身上，而不在寡人身上。大王，人之以一决，不必再言。大王不可啊！大王神力呀！大王威武！大王威武！大王威武！大王神力呀！大王威武！大秦威武！大王威武！大秦威武！大王威武！大王！大秦威武！大王威武！大秦威武！大王神力呀！大王威武！大王威武！大秦威武！神力呀！王叔有何事？是大王的消息。大王从洛阳回来了。大王怎么了？大王在洛阳举鼎，身受重伤。大王没了。会后，新鲜的青菜，开布，米糕啊，新鲜的青菜啊，热乎的米糕。热汤哎，刚煮过的啊，热汤。婆婆，婆婆，一成老爷，一成老爷，灵儿姑娘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呢？国相夫人要我把那个给慕容夫人做针线的绣娘寻出来。听说那个绣娘好像住在西市，所以我到这儿来碰碰运气。一成老爷到这儿来，难道也是给国相夫人办事？啊，不是。哎，婆婆，我约了好友在前面酒铺喝酒，没想到灵儿姑娘也在这儿，这不巧了吗？你看。既然一成老爷公务繁忙，那灵儿就不打搅了。哎，好。原来你就是那个敢于刀口舔血的义成。皇歇久闻大名，失礼。若不是正好碰上灵儿，小的或许就可以知道皇歇为何要和那个牙婆见面了。记得那个慕容夫人曾与我说过，正是那个牙婆牵线给她做的那身衣裳。可无论怎样追问，她就是不肯将那绣娘的来历告诉别人。也许那皇歇找牙婆就为了做身衣裳吧。难怪你只能做个义成。哎，小人愚钝。明明那皇歇一心要寻的是秦国来的芈月，他急于要见的人，只可能是与那个贱人有干系。小的明白了。这么说，
牙婆的背后肯定是芈月。只可惜我跟那牙婆曾经相识，牙婆见到我后就不肯与那黄歇多言语，转身就跑了。你也算没白跑，帮我厘清了那绣娘的底细。哪个绣娘？我一直猜测那绣娘是何高人，原来是她。那个贱人，藏在西市不肯露面，却悄悄与我斗法，富贵海棠，杀败了我的桃花山。哼，算他赢了一局。谁敢与夫人作对，那是自寻死路。这次一定要痛下杀手，免得他一时气息奄奄，可眨眼的功夫就又活过来了。要不是撞见了那个可恶的一成，我就能向公子说明夫人的处境，把她带到这儿来了。既然被赵晨那条狗跟上，一时不见也罢，免得生出事端，给公子惹上麻烦。公子到了燕国，便被人盯上了。我担心的是，这样一来，夫人您不能去见公子，公子呢不明就里，想见夫人也难呐。婆婆不要着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哦，听到那个与玉成大话的妇人说，国相夫人正在到处寻找给慕容夫人做衣裳的绣娘。她还是不肯对我们放手。大王已被定下谥号。什么谥号？大王一生好武，所以美视为武王。武王薨了，会后切勿伤心过度，坏了身体。大秦还需要会后整操国事。我怎能不伤心？我儿风华正茂，却在洛阳举鼎身亡，这都是人比、梦本、巫祸这些乌合之众、蛊惑怂恿的结果。武王过于崇好立世，罗织宠用，才使得这些人无法无天。先王去世，把我儿交于你们辅佐。王叔若能时时指点提醒，也不至于有今日之事。会后，巫祸等人确实罪不可赦，如今已经被关入大牢，只待朝廷依法定罪。还等什么？传旨下去，车裂巫祸，腰斩人比，狐朋孟本，3人歼灭9族。是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当儿之死，怪不得你们。但只有处置了巫祸等人，才能让秦国免于天下耻笑。眼下重中之重是大秦的王位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会后说得对，武王无后，生前又从未提及储位之事。武王有兄弟10几人，大都各有封地兵马，这让朝中重臣难免担忧。国家大事，非我一深宫妇人可妄言。但王叔不知，武王在世时，确与我提及过储位之事。丹阳郡公子壮
是已故魏长史之子，多年来一直由我派人悉心照料教导，人品贵重，历练有成，在他的封地丹阳也搞得风生水起。当儿一直看重这个兄弟，曾与我说，若有一日他弃世时无子息，可将王位传于公子壮。公子壮，公子壮性情木讷懦弱，先王在世时，那公子壮就总是人云亦云，亦步亦趋，从不得先王所喜。这骤然提议立他为国君，恐怕难服众人。我只是据实相告而已，具体取舍，当然还得与你们商量。虽说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但此事重大，不急在一时，还是慎重为好。老臣在前朝还有政务打理，就先告退了。甘相是否也要慎重考虑啊？既然武王生前有话，微臣不敢置喙，只是尽力照会后的意思去办便是。那就拜托甘相了。是。楚离子，武王后，魏夫人，王叔留步，魏姨有一事请教。夫君薨了，这国事都有劳王叔主持，可这王位空置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不知这新王继位一事何时会有着落？武王后尽可宽心，秦国国君受之天命，都会按照祖宗的规制去办。什么规制？国君薨了，若有太子，则太子继位；若无太子，则后嗣继位；若无后嗣，则……这就对了。都说王叔耿直忠厚，定会秉公办事，果然不错。魏夫人此言何意？若有太子，则太子继位；若无太子，则后嗣继位。武王有后啊，望王叔明示朝堂上下，免得一个个为了争王位争得跟乌眼鸡似的。武王有后？哎呀，王叔竟然不知啊！姨儿她有喜了，武王后有了身孕，也就是说武王他有了后人。那你说这继位之事，这是何时的事情？昨日太医刚刚诊出胎脉，说已经快3个月了。虽不知是男女，但能为夫君留下血脉，自然是欣慰之事。楚离子，那这秦国的国君，既然武王后有了身孕，这继位之事，自当慎重而为。有劳楚离子。老臣告退了。魏姨有了身孕，武王后有了身孕，这立新君一事不得不缓上一缓了。为何要缓？这有了后嗣，按照规制，甘相糊涂。后嗣指的是男儿，就算武后有孕，男女未知。再说妇人产子，九死一生，其中变数极大。但王位空置，引得众公子垂涎觊觎，随时可能因互相争执而引发战乱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微臣才劝会后要三思而行。诸公子得知武王猝死，个个拥兵自重，蠢蠢而动。其中实力最强者为公子华所部，还有几位公子和他结成死党。而武王后和魏夫人背靠公子华的实力，借助腹中胎儿，指令天下，轻而易举
便可与惠后抗衡。既然公子华是根扎手的刺，为何我们不想法子拔掉它？难啊！公子华身为长子，又有军功在身，就算有的公子们心里不服，当面也要忍气吞声。哼，制服这种人，得用巧力。我听说当年齐景公手下有3壮士，力大无比，难以辖制。齐景公将2个桃子赐给3壮士，3壮士因相争而……惠后堪称足智多谋。除此之外，既然眼下王位之事是重中之重，干相就不担忧宫外面的那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干相不会不知道先王去世之后宫中的谣言吧？惠后说的是先王遗诏。微臣当时也有些顾忌，不过追查了那么久，没有任何眉目，或许就是个谣言吧。可我越来越相信，那东西真的存在，还没出来，只因时机未到。惠后断了邢夫人的年俸，她竟然宁可自己开荒种菜种粮，也不肯离开北郊行宫。她死守在那里，难道就是为了守一个承诺？她是在等承诏的人出现，那诏书才有用。这么说，要看紧尹夫人才是。老臣立刻派禁军将北郊行宫围起来，看那尹夫人还有什么手段可耍。右大人，快请。来了，夫人，宫外都被封锁起来了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那惠后也不可能一手遮天，禁军中好歹有几个是我自己的人。你快坐下吧。你要是再不来，我真的要急死了。我在外面也替夫人着急，看着粗衣立食的，怕你整不成这等模样。你叔企图破我就范，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称心如意。你贵为大清公主，却受如此百般折磨，如今连走路都不灵便了。病痛只是小事，眼下大清危如累卵，险象环生，是你我该把芈月和公子季请回来的时候了。但此事干系重大，需极为谨慎。若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夫人性命堪忧啊！我活到今日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你赶快回去准备马匹行装，日服夜行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盯上你啊！快走吧。夫人，走吧，快走吧。夫人保重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书，却生
的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渭水寒，换不回一人入骨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倾诉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